車主 William 係參加港車北上活動之後，返到香港嘅屋企，不幸地遇上500年一遇嘅黑雨，差唔多浸到去企喺度，只係過咗腰咯，差唔多到心口咁上下高度。屋企因為遇上大洪水，所有嘅車都浸晒。到水開始 stable 退啦，咁就睇咗架車咩環境啊，都浸得好犀利嘅。其實就開唔到門 ，Xpeng 係好快喺黑雨期間就即刻聯絡咗我㗎啦，已經。深南美售後同事得悉現場情況之後，立即聯絡車主，並立即為車主遙距斷電。黑雨過咗之後啦，就再即刻收到電話，就話安排緊拖車過嚟啦。我屋企咧個出入口比較窄少少嘅，一個大拖車嚟到就話入唔到你屋企㗎嗰架，咁啊安排咗個細拖車再入嚟。嗰段路咧就太惡劣啦，因為鋪滿晒泥漿，講緊1寸2寸厚咁滯。師傅嚟到都話咧其實真係拖唔走到嘅。到第二朝師傅就好早嚟咗啦，我同師傅夾粉搞咗2個幾鐘頭先拖走到架車，都好誇張。防水呢個咧真係好驚訝嘅。我另外2架車基本上車廂入邊浸過晒張凳，啲凳全部都係泥漿泥水嚟㗎啦。當我打開架 Xpeng 嘅時候咧，發現張凳係冇浸到，仲要只係將地氈濕咗。地氈對上嘅位係冇水漬嘅，好意外地佢個防水係咁強咯。返到維修中心之後，發現車內所有配置都能夠正常使用。揸多2個月，點都有啲心痛嘅，睇下後續點安排咯。售後經理向 William 解釋車輛情況，同埋講解保險申索安排。最後同事為 William 安排代步車。由一開始決定買呢架車開始，都係信呢個品牌㗎啦，跟得好快啦，好貼啦，都幾安樂咯，幾有信心嘅。